强烈风台花加沙下晡到明仔早起上晚近台湾，气象署表示讲风台搁会增强，七级暴风半径会到350公里。花加沙应该会通过巴士海峡对南部扫过。有专家嘛提醒讲，花加沙移动的速度是真紧哦，除了雨水真高，风搁会真透，都要特别细腻。大卖场的员工一早起赶紧补货，一般8月透早人拢较少，也毋过即马看到一寡人赶紧来买。花加沙风台继续瓦群，气象署讲22下昼到23早起上瓦台湾，大家拢全咧等。就是蔬果类要先买嘛，比较耐放的，像高丽菜啊，或者是根茎类。台北应该还好，所以也不会特别做什么准备。中南部的大卖场自顶礼拜开始就加传差不多2成的货，自礼拜暗开始，消费者也增加1、2成。因为风台已经挖近台湾的东南方海面，即马搁变做强烈风台，气象署海警、陆警拢发，风台会愈来愈强，也会愈来愈大粒。花加沙的暴风圈在11点左右接触到我们南端陆地，也就是恒春半岛。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，风圈正在影响南端陆地以及东南部和南部的近海，未来将逐渐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。这个风台行的路线，部分范围可能会经过南台湾。气象署估计，花加沙群中心上大风速会当到1秒钟60公尺。这个风暴风半径可能到350公里，真正有到这个强度的风台是2018年9月强烈风台山钓，有到这个暴风半径的是2009年的中度风台尤点。花加沙可能是今年目前上大上强的风台。走这么快的台风，比较不容易把这个显著的降雨留在同一个陆地上面，但是风就不一样哈，持续的会有很明显哈。气象专家提醒讲，要注意风灾所带来影响，受影响区域尽量莫出门。伫即马气象署陆警的范围是台东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半岛；海警的区域是台湾海峡南部、东南部的海面、巴士海峡，还有东沙岛海面，拢要加强戒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